咁今日大家我就同你哋解釋2025年11月30日香港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中有一個菲律賓外傭救咗一個3個月大嘅女。咁災難中菲律賓籍女傭 Rialdora 希望目的英勇事竟讓無數人動容。他抵港任職不夠1星期，火災發生於傭主一家3個月大的嬰兒困在單位。面對衝入的濃煙與高溫，他迅速用濕毛巾緊擺喺個 BB 嘅口度，咁佢就點死都唔放手。跟住消防員入到嚟嘅時候，個消防員同個外傭講 Baby is safe， 即係 BB 安全啦。不過個外傭要個消防員輕輕力抹開佢隻手先至肯。跟住個消防員好感動，連隻眼都紅晒。